它这个狗熊戴着帽子？为啥它这个帽子这儿呢？这个狗熊做这个狗熊的时候，这阿姨给他穿的衣服呀。哪个阿姨呀？这是做狗熊的阿姨。为啥它也穿着裤子啊？爱宝走进了我跟乃梦的生活，可闹闹渐渐走进了我的心里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就只有今天有空而已。是，好，那么我晚点过去，谢谢。怎么啦？你等会儿还有事啊？听说有一个老中医，他医术很厉害，我去把把脉。老中医啊？是啊，我也想去看，能不能带我一起？当然可以啊。聊什么呢？逸轩来了。闹闹。逸轩，我刚刚跟爱宝说，我们俩想去看中医，今天能不能麻烦你带带孩子？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辛苦你了。那我们走吧。拜拜。来，拜拜。有问题打电话。我和闹闹玩了很久很久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。闹闹是爱宝的孩子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那么开心，就好像闹闹是我自己的孩子。在那一刻，我完全忘记了我是谁，忘记了烦恼，忘记了危险，甚至忘记了爱宝的存在。你看啊，林总，问你点事儿呗。说，那边那帅帅的男孩叫什么呀？他叫任意，是我们公司新来的，怎么着？喜欢啊？还行吧，您就帮个忙呗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喜欢他没问题，但是记住，工作的时候不要打扰我的员工。知道啊，就那边加一个。任意啊，任意。哎，林总，怎么了，林总？你看一下啊，整体呢我觉得还不错，可是这方面可能要调整一下。对，我让他们啊上面加盏灯，把这字打亮。怎么样？不客气，就按你的办。那累不累？要不要喝果汁？来，喝一口，喝一口吧。来，小心啊。好棒啊！我还要接一次。好，拜拜。南梦老师再见。再见，真乖。来，来吧。爱宝，再见。那就麻烦你帮我送爱宝了。慢点，坐好了。那我去了。开车小心点。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随着爱宝和乃梦越来越近，这种危险的关系真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和爱宝好好的聊聊，
可他总能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来回避掉。今天我终于有机会送爱宝回家，可以单独的跟他在一起。可是原本想说的一切的一切，都好像被爱宝的沉默给屏蔽掉了。汉娜睡得挺香的。你跟乃木好像关系挺好的。你到底想我怎么样？难道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？这3年来，我以为我能够忘掉和你有关的过去。我在无数个谎言中虚度着自己的世界。我放弃了我的过去，活着另外一个自己。你想过我的孤独吗？你想过我的无助吗？甚至你想过我吗？我曾经以为你是我生活下去的全部意义。遇见你，我不再茫然和孤独，你让我体会到爱情的甜蜜。你也让我知道，我也能拥有真实而纯粹的爱情。我麻木的人生也可以拥有奇迹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我们彼此在生活中扮演角色给别人看，压抑着内心的痛处，在强颜欢笑。你知道吗？我最难过的不是我爱的人不爱我，而是我爱的人消失在我的世界里。我丢掉的是2个恋人和爸爸。我能送你吗？不用了。别这样害怕。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？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行吗？老爸，再见。艾小姐好。你就住这儿？是啊。
让孩子上床睡吧。不动他了，动他他会醒的。这酒店，这房间，这一天下来费用挺高的，你怎么能付得起呢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靠什么来抚养这孩子？我自有自己的办法。需要我帮你吗？我可以的。你是有老婆、有家庭的人，你管好自己就行了。咱们之间何必搞成这样呢？以后你有任何需要，都可以来找我，我会全力帮你。不需要。孩子睡了，我也累了。你再不回去，蓝梦姐会担心的。行，不回去了。你曾经感受过我的孤独吗？你想过我的无助吗？甚至你想过我吗？这些年你去哪了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是有老婆、有家庭的人，你管好自己就行了。你再不回去，蓝梦姐会担心的。哎，服务员，来一下。你好，先生，有什么需要？可能我朋友不在房间，刚才我在这儿把东西落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打开门？好，可以。您请，先生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明明人在里边呢，怎么没了？您是艾小姐的朋友吧？啊，她人呢？她在另外一个房间。另外一个房间什么意思啊？艾小姐是酒店的老客户了，她还有一间承包房，也是在这一层，是她和孩子住的。刚才这间房间是她接客的地方。您知道，一个单身的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。这些年你靠什么来养活自己？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？就是因为他妈这个狗屁男人收了你，你就跟他结婚生子，对吗？别再折磨我了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好吗？谢谢。打开！打开！
会杀了孩子，你会杀了孩子的。你快出来！你都干点什么？说一下你干的什么？你搞什么养孩子？你说话！你搞什么养着孩子？说话呀！你根本不用这样。我是你爸，我可以养你，知道吗？我可以养你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你告诉我，这些年你靠什么来养活自己？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？爸爸，欢迎光临逸轩广告公司对红酒策划案的一个推荐会。你会杀了孩子的。你都干点什么？说一下你干的什么？你怎么那么傻？知道吗？我可以养你。我丢掉的是2个恋人和爸爸。师哥，时隔多年没见，没想到咱们俩今天在工作上重逢了。真是巧啊！我也觉得有点意外呀。今天接到你的电话，说是这个事儿，我都愣住了。哎，你不是一直在奥美吗？什么时候出来的呀？我来这家公司时间也不长，多亏是我们林总，我们林总很器重我。林总真是好眼光啊！我的这位师弟呀，那不仅是一表人才，那能力也是极强啊。在学校的时候就有名的厉害，你能请到他帮你的忙，我只能说羡慕啊。任烨，你现在在公司担任什么职务啊？他在公司呢担任副总。也算合理呀。希望大家给宝贵意见。各位前辈，今天呢，我们不谈工作，只谈感情。今天这顿饭纯属是为了见证我跟我师兄重逢，好吗？我先干为敬。为了友谊，来，我先干为敬。老板，干得好啊！你的确没让我失望。我说过，我只需要你的信任。现在全公司上下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任命你为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好好的干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
任宇啊，有件事情呢，我希望你亲自帮我去办一下。你在附近呢，给我找一个小户型的房子，尽量条件好一点，最好是已经装修好的。你要买房子？啊，行。啊，这是我的私事，明白？明白。哎，慢一点啊！那上面那个轻一点，别磕着。娜娜喜不喜欢上学？蓝忘姐，妈妈，你来了，今天还算早啊。对啊，任毅啊，林总，我看这房子感觉不错，你满意就好。辛苦了。你干嘛这么客气啊？我也喜欢跟闹闹玩啊，对不对？跟老师说再见。老师再见。拜拜。我跟你说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替我保密。当然。这样子吗？这样，对。给我。闹闹，爸爸。他不是你。孩子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。来，闹闹，爸爸抱。啊，房子事情已经办妥了，随时可以住进去。怎么这么突然？让我再想想吧。没什么好考虑了，你不为你自己，也得想想闹闹吧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我到宾馆接你们过去。来，宝宝这车，我看怎么玩的。来，给我开开。呀，跑是不是这样的？拉完了以后，OK， 你把这个拿来。给爱宝买房子的事，如果让乃梦知道了，他会怎么样？对他的伤害有多大？后果会怎样？我真的不敢再继续想下去。但我只知道，为了孩子，我必须这么做。我们可以走了。若不是因为遇见你，怎会忽然艰难呼吸？
若不是因为爱上你，嫂子，有这般勇气。林总说家里的水管坏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对呀，不好意思，这种事还麻烦你。嗨，有什哎，么麻烦？先不用拖了，请进。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逸轩他太忙了，要是等他来修，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能不能和我一起掩埋在时光里？我如此的谢谢。哦，这是我的秘密，这是我的秘密。林总，进来。把自己打扮得挺漂亮。林总，哎，任意，来，进来。我这呢有份资料，你帮我去核实一下。还有，思宁，你配合一下任意的工作。好。去吧。好，那我出去了。啊。任意，为了庆祝大功告成，我们去唱歌吧。我有点累了，你们去玩吧。走吧。我这人唱歌五音不全，你们去玩吧啊！林总组的局，你敢不给老板面子？而且老板娘也在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快点。我不知道什么生日，没关系。我都不知道是你生日，什么都没准备，你也没跟我说。你来就是最好的礼物了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嫂子，谢谢林总为我庆生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嫂子，你帮我切好不好？啊，好，我去点歌曲。任意，唱首歌给我听啊。我唱歌不行，你唱我听。受够了等待，你所谓的安排，说的未来到底多久才来？终于来不及，才知道我可。你早就该拒绝我，错一点，不该放任我的追求，给我渴望的故事，留下丢不掉的名字。是你太勇敢，说喜欢离别。只要今天，不要明天，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流走，还说再见。不够时间好好来爱你，早该停止风流的游戏。愿被你抛弃，就算了解而分离，不愿爱的没有答案结局。哦，不够时间好好来分离。终
欢笑时间，用手温暖我的脸。林总，谢谢林总昨天给我组的局。这么高兴啊？情况怎么样嘛？我和他成了。什么叫成了？我郑重的告诉你，他已经是我的男人了。这么说，我应该祝贺你了。但有句话我要跟你说清楚啊，你们俩呢在公司里谈恋爱我不管，但是记住，千万不能影响工作。谢谢林总，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工作的。还坐着干嘛呀？还不赶工作去？好的。怎么了？你是又无聊了，还是又想我了？我想你啦。你算算，你这一上午都进了多少次了？我今天跟林总坦白了，他都表示赞同了，还有别人会说闲话吗？他知道了。你跟他说的？怎么了？你不开心啊？我跟他已经说好了，在公司其他人面前，我会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。唉，随你便吧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是有正事，林总说今天要加班，就你们两个，好像要单独跟你谈一下那个方案的事情。还有？没有了。哎，你别郁闷啊，我会陪着你的。行了，出去吧啊！那些八婆肯定又在计算你进了多长时间了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了啊，大天才。孙林，我有事想找你商量一下，你方便过来吗？我现在手头工作还没做完，做完工作以后再说好吗？忙完了一定给你打电话。我的员工正等着我呢。那好吧，我等你。行，不跟你说了。来，接着说。这一部分都 OK 了，现在就是执行方面，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吗？这所有的策划案呢，我都看了，我觉得非常完美，执行就行了。但是有一点我有点担心，林总，我来公司没几天，这我说话好使吗？谁说不好使了？我会让所有的部门全力的配合你。还有一点你别忘了，我是这公司的老板，我听你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手去干了。你就放手的干。林总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加班呀？
要不然您就早点回去休息呗。你是担心我吗？你是担心他吧？行了，走吧。那你呢？我抽完烟就走。那行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闹闹，爸爸，他不是你。孩子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嘛。你不为你自己，也得想。你在发什么呆呢？你怎么来了？走，快走。我煲了汤等你回家，可是你一直不回来，我怕汤都凉了，就给你拿过来了。我弄给你喝吧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Please redial later. 怎么了？我有点累了。累了就睡吧。出去。走在郊外的小路上，我把高铁带给外婆唱一唱啊。我要担心父亲是否又大睡了。当太阳下山了，我要把家。喂。你昨天怎么了？昨天晚上工作得很晚，结束以后我打你电话，你关机了。你怎么了？你肯定是太忙了，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
要不今天下午我去找你吧？不用了，下午幼儿园有亲子会，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陪着，我也得去陪闹闹。那接下来我们请闹闹上台，好不好？来，闹闹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开始表演咯。每一个清晨都是妈妈叫我起床，每一个夜晚都是妈妈陪我到天亮，每次生病都妈妈守在我的身旁，每次哭泣都是妈妈鼓励我要坚强。我问妈妈，爸爸身在何方？妈妈说，爸爸在遥远的地方。我问妈妈，爸爸几时能归航？妈妈说，爸爸的工作很忙很忙。我问妈妈，爸爸长得什么模样？妈妈说，你和他长得很像很像。于是我开始了盼望，盼望爸爸能给我讲个故事，盼望爸爸能带我上操场，盼望爸爸能和我一起做游戏，盼望爸爸能听取我的梦想。我不想让爸爸越来越多，不想让妈妈瓜朵牵肠。我想让你们知道，我画的画得到了表扬，还有我的小红花都贴满了墙。爸爸妈妈，我感谢你们，是您创造了我的生命，是您让我茁壮的成长。不是您在何方，我只想依偎在你们的身旁。闹闹，你怎么不开心呢？今天你是表现最棒的小朋友，大家都给你掌声。他没有爸爸，我没有爸爸。妈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闹闹也有爸爸，爸爸在国外工作，但是爸爸最疼闹闹了。喜欢吗？这熊？谁说你没有爸爸？你爸爸可爱你了，所以呢，他买了个熊，让叔叔带给你。多可爱的熊啊！喜欢吗？你有爸爸，你爸爸很爱你。是什么样的？它是什么样？它是什么样？这次竞标对我们公司来说至关重要。成功，我们公司在业界的地位就会上一个大台阶；失败，就一无所有了。这样做会不会风险太大了？我们公司业绩一直还都不错，这次有必要玩这么大？我到底为什么要费尽心思让他们在一起相处呢？我其实只是想要让孩子都和他爸爸在一起，可是他会怎么认为？而我又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他现在应该是幸福的，我又何必要去打扰他呢？我不就是要他幸福快乐吗？
可是为什么幸福的不是我们一家三口？难道他现在心里都只有奶梦而已吗？回来了，我来了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嫂子，仁义来了。需要帮忙吗？哎呀，不用了，你们两个先去院子坐，我等会端水果给你们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嫂子。先坐。哎。来坐。哎，林总，客厅里那幅画模特是谁啊？是嫂子吗？不是，自己画着玩的。挺有意思的，像我一个朋友，一个有故事的女人。你们聊什么呢？哎，嫂子，来，先吃点水果，喝点茶，垫垫胃。嫂子，你千万别太忙活了，我有碗面吃就行。那怎么行？你难得来家里，当然得好好招待你。更何况等会儿还有别的客人要来呢。谁呀？来了你就知道了。谢师傅。哎。老婆，这时间不早了，你这朋友到底来不来啊？再等一会儿吧，应该快了。再等一会儿吧。行，等。哎，来了。你终于来了，来，快进来，里面都等着你呢。这就是我们等的客人。你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我老公的同事，叫仁义。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好。哎，都站着干嘛？坐，来。走走走走。我来倒酒，我来倒。来，大家一起举杯。今天邀你们来呢，就是想大家认识一下，热闹热闹。嫂子，你歌唱的真好。那天咱们在 KTV， 我从来没听过女生唱《广岛之恋》唱那么好呢。没有，我呢平时就喜欢听一些通俗歌曲。不过我们家逸轩啊，总是说我俗，他就爱听什么古典乐、爵士乐啊，那些啊我才听不懂呢。哎，爱宝，像你这样的年轻女孩，听爵士乐吗？啊，我还行。哦，难得爱宝小姐也喜欢听爵士，像她这么大女孩，
很少爱听爵士乐的。来，开动了。那仁义，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？我呀，我这人挺宅的。其实我有很多爱好，跟林总挺像的。我没事在家弹弹琴，听听音乐。你还会弹琴啊？对，小时候学过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家正好就有琴，你为我们表演一首吧。哦，算了算了。哎，你别客气了，表演一曲吧。是啊，去吧。弹得真好，对吧？仁义，你弹的真是太好了，你真的太有才了。你刚刚弹的那首歌是什么？真好听。是一个法国电影的主题歌，《玫瑰人生》。法国电影？正好我这女朋友特别喜欢看电影，尤其喜欢看欧洲电影呢。你喜欢看电影吗？还行。那你们两个肯定有共同话题啊。姐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啊，好，在那儿。瞧你，把人家弄得不好意思了吧？不会啦，嫂子也是为我好。仁义，那你老实说，你对我女朋友印象怎么样？喂，这年轻人谈恋爱啊，你别跟他瞎掺和。人家仁义都还没说话呢。你走，来。瞧我粗心的，我帮你们盛饭去。我帮你拿。老公，你看他们俩怎么样？很多事情你都不了解，你瞎组什么局啊？我也是好心嘛，他们两个都单身，而且挺合适的，尝试一下也没什么不好。这陈毅是有女朋友的人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孙俪。啊？求你，
看样子是我多事了。我也知道你是好意，喂，以后别这样了，出去约约场吧。你们怎么都没动筷子啊？我厨艺是挺普通的，要不下次我们去外头吃吧？总在外面吃，难得吃家常菜。这样，林总，下次我做东，我请大家吃大餐，还有爱宝小姐。好啊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就这么定了。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，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去啊。什么可以啊？女孩子半夜一个人回家多不安全啊！你们听说过吗？前2天在大街上就有一个女孩子当街被一个老外猥亵了，这满大街都是摄像头，这老外也太大胆了。所以啊，女孩子半夜不要一个人回家，真的太不安全了。今天谢谢你们。爱宝，今天不好意思，本来我是一番好意，可是好像让你很尴尬。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。好了，今天不早了，你早点上去吧。改天约我们俩上去坐坐啊。嗯，一定。再见。再见。昨天的事情不好意思啊。昨天的晚饭吃得很开心啊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哇，好聪明啊！来，慢点。哎，乃梦，哎呀，慢点。哎呀，不记得我啦，老板娘。啊，我记得。我老婆对你不太了解，可能让你难堪了。一点都不难看，那女孩多好啊。小点声，小心醋坛子打翻了。她挺大度的。只要你没有什么想法的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那个竞标的资料方面一定要准备齐全了。你就放心吧。我出去了。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好，来慢一点，走。妈妈，诺诺，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又来晚了。
孩子怎么样？孩子发高烧不退。那你给他吃过药没有啊？我给他吃了，但不退啊。你都用什么面膜啊？有个事儿啊，我想问问你啊。你说想讨女儿欢喜的话，应该送点什么好啊？看看。林总，您不是吧？别瞎猜，是你嫂子，她马上过生日，我想买个礼物。哦，都可以啊，花、钻石、包包。俗了点吧？那就送车吧。那不肯送吗？行了，你去忙吧。